就调查从60岁嘅按到泰国太子退休嘅还可以一次新嘅事物，忙以上爱突破自家，发扬同好比20世纪3种挑战，大家参详突出一项，够勇敢去完成。12月29日是每礼拜暗晡8點，向下來參加一場去派對發揚同好比。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福娛樂呢個節目。家下看到嘅導演片係客家電視台推出嘅發揚同學會第2季嘅精彩嘅片台。今日大家好好咧小解下啲內容咧，大家咧分享啲見解，裏邊其實理解主持人內容歡迎。伊利好，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易容，我要來嘅，我要好冇？耶！真歡迎做你看到易容嗬，聽你咧咧邀請嘅係呢個節目嘅絕行絕作人培俊。大家好，我是華陽同學會的工作人員佩珍姐。對，我今天看到那個錄影名單，應該說之前我想說哇，是佩珍姐跟易容，我想說很難得可以看到一個就是佩珍姐跟易容一起來上節目，因為在我們心目中佩珍姐應該算是很資深的大咖前輩，可以這麼說吼。好，就把年齡，OK， 看不出來比較重要。是啊，也是，謝謝。對，所以跟佩珍姐開會或是討論事情的時候要很謹慎，因為就是她太厲害了，對，所以我覺得要很小心。不過，所以今天可以直接這樣子對談的話，真的覺得很難得。佩珍姐竟然願意來上節目，哦，是，謝謝你們，我也覺得很榮幸。對，不過剛才看到的，其實看到嘅花樣同學第2季的精彩片段，我覺得這個跟之前很不一樣。不過一開始我要先來講的事情是，我跟你講，真的很久沒有看到易容，可是那個很久是其實又很長又很久，因為我們會在電視上面看到他不一樣的面貌。我先敬佩一下，你的跨界真的很跨界耶，厲害。真的就是後韻呐，後韻，其實後韻係嘛？你看，很幸運呐。你看新聞，我們覺得新聞是好像硬邦邦很嚴肅，對不對？然後來主持，然後他主持又是一個外景的，像行腳的主持，然後你又去演了一個這麼難的戲，對。我都在想他要接下來要不要唱歌了，你知道嗎？絕對不會。你確定？我在想說，如果易容再接着唱歌的話，我就覺得哇，他就基本上，我覺得之前本來是說被主播耽誤的這個主持人，然後後來是被主播耽誤的演員，我覺得後來可能會變歌手這樣子。不可能。冇可能嘛！哎呀，好可惜哦，我還期待了一下下這樣。不過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花樣同學會，我們今天其實跟同泰嘎的分享給史傑，其實花樣同學會已經播出1集了，對，然後大家也看到了，所以我們會泰嘎威迪第1季跟第2季其實差別很大。看是易容還是佩珍姐幫我們分析一下，當時為什麼想要做這樣的節目，或者是到了從第1季一直走到第2季，它到底我們覺得最大不一樣係 T4 係哪位？非常好。當初企劃的初衷就是覺得台灣因為真的銀髮族人口越來越多了，可是其實我們發現，其實老人家他們有很多的潛力，只是沒有人有給舞台給他們去發揮，所以我們覺得我們應該要來試試看，我們先來做這個突破瓶頸的第一槍。就真的這樣子埋頭下去做了，然後當然覺得收穫非常的多。對，我們必須承認，就是說有時候我們在節目裡面看到跟錄影嘎，其實感覺好像很活潑，然後我們覺得好像也很願意接觸新事物。可是為什麼我感觸很深？其實因為整個台灣的，我說華人文化，其實我們青島跟錄影嘎，等到他退休之後，其實很多時候在家裡其實沒有什麼太多事情。我訪問過很多老人家，他會覺得他整天就是坐着看電視啊，最多就是去跟隔壁鄰居聊天，所以能夠做這樣的銀髮族節目，等於是進去他們，然後把他們再帶出來。我自己覺得意義不一樣，而且很有感覺。對。可是換到第2季，第2季的改版跟第1季也不一樣。對。第1季好像是讓他們有什麼樣的一個夢想，或者把他們的同學聚在一起。可第2季比較像是我們幫他們設計一個夢想，或是什麼。對，應該說設計一個挑戰。對，那這個挑戰相對的就會有一點難度。那這個難度就是剛好可以催化他們，把他們心裡面那種可能年輕時候或是覺得我其實應該還有能力的那個想法，再把它給挑旺出來。那結果真的就是爆發力太驚人了。是，對。會覺得客家鄉親比較內斂，然後要邀請他們來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比較花力氣嗎？我覺得我每次聽佩珍他們要那個有錄影噶，
伊能跟模罕呢，超忙的哎，他们要约时间很难约，通海兄也某用，因为都要3、4个人一起。其实这次就是第1季是一个主角，一个召集人去找老朋友。可是到第2季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佩珍他们给自己那么大挑战，就是变3、4个人都是主角。对，所以这全部人都很重要。那要约齐时间，其实就很难了。然后他们都是朋友。对，都是朋友关系或是同学，我们还是基本上是同学了。那如果是老朋友的话，他们基本上要认识20年以上，才有足够的情谊，在那些困难跟挑战中，其实很重要一个精神是，他们要表现出我挺你，我加油加油加油的那种互相的彼此帮忙，那个精神是很可爱的。对，年龄层呢？你们录到这么多集，年龄层大概都落在几岁？年纪最长的是78岁，那年纪最轻是60岁。78岁的那个阿公还是阿婆？是都是应该是阿公，还没有当到阿婆。78岁，对，所以78岁那个他们的挑战是什么？他们的挑战就够简单一些啦，都会可以印尼咖比点。哦，好浪漫哦！就是去，我们本来想说会不会太简单，结果没想到就是当天很乱，很有效果，很过有效果。不过记得有零咖啡黑冇？他们喝吗？有一两茶，有酸有涩，有一堆个有特色，有一堆冇特色，黑色茶。所以你们真的就找了一间咖啡厅，对，然后让他们进去，里面去煮咖啡，我们先带他们去跟那个一个咖啡拉花冠军去学。所以他们就从其中3位大哥，他们是不太喝咖啡的，有一位只喝3合1咖啡。然后他们到那边现场，哇他们听到说我们帮他们找的是拉花冠军，哇，他们开始就起了那种崇拜之心，然后就很认真的学习。对，然后就一直喝，试喝，我们都很担心晚上睡不着觉，那明天会不会就起不来，没有办法拍摄？对，但老人家的意志力是非常惊人的，对，所以他们还是可以就是尽量高度配合我们，所以我觉得台湾老人真的是客家乡亲太赞了，太有了。我觉得他们一定很开心，因为你知道这种东西是一个高度的新的有趣的事情，而且又是被重视、被关注，然后大家就很关切这件事情。像去咖啡厅，依荣好像有分享，是不是里面有一个阿公，他拉花特别的重视。你看过赏美鲁黑泰国的时节啦，他们会有一点那种良性竞争的感觉，就会觉得现在谁煮的比较好喝，一定是我的。然后现在谁拉花，他们就会比较，然后会想要把它画得很。可是拉花就是重点，如黑唔会过夹，如腿结束嘅，唔会挖咩黑个笔又过夹，如果以前如会天天嚟挖，那就会搞砸，就会唔会看唔出个图形係嘛嘅。不過嗰次咩話，你看如果認真上可以種出一隻以上愛的圖，怎麼辦？好期待哦！因為我們都還沒有看到這一集嘛，所以他們學習做拉花，那他們是會有客人去喝咖啡嗎？有，那天有客人的。我們有去發傳單，對，係因為高飛地波一度好順係有高飛嘅，去高飛發，係個去加入烘發，係係去年咧人家嘅，看到有睇門係有幾片看得到人嘅去發，我說你有去發，係係你人去發，所以真的最後還是會有人來。係高飛，眼看到嘅教會裡面的人都有去，所以一次來7、8個大哥就很緊張了，因為他們來不及煮，他們擔心沒人，而且是真的，因為他們感覺上好像是真的在做生意，有沒有？對，真的好有趣哦！而且其實你等一下一按搖你哦，我覺得其實錄，我必須承認，就是說其實你看我們錄這麼多節目，其實小朋友是很難駕馭的一群。為什麼？因為小朋友可能有工時的問題。舉例啦，哈，而且小朋友你要跟他討論很多事情，他不曉得聽不聽得懂。可是我覺得有另外一群就是露營咖。對，我覺得講控制嗎？我不知道，就是你要讓他在一個錄影的規範裡面。其實有時候我們在面對老人的時候，我相信佩仁姐這邊一定也會遇到你做節目這麼多年，你要挑戰的事情。你以前有做過老人家的節目嗎？沒有。所以你這次做老人家的節目，那個完全不一樣吧？完全不一樣。然後其實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發現哄老人家就是在跟他們有點類似抬槓，然後提振他們的精神。所以其實就像銀髮就是咖啡廳那3位老人家，他們其實因為這年紀有點了，他們下午平常要睡個覺的，所以當初在拍攝前就會跟我們說，我一定要睡覺，我一定要睡午覺哦。然
后我们心里当然哦好，但心里想说怎么可能让你睡嘛？所以我们就是说也是先答应，对不对？有先答应，先答应啊，哦好，先答应，然后再到实际拍摄那一天，就是我们会哄说，哎，我们等一下接下来要去哪里哦？然后等下车上我们就赶快睡午觉，就这样子。把他们半哄半骗的这样子骗过去，可是其实就是他们真的很可爱，他们也知道看到我们真的整个外景拍摄作业是很密集、很紧张的，也知道我们真的很辛苦，所以他们也是真的就是高度配合，对，所以非常感谢他们。那后来有睡午觉吗？有3位大哥哈，有2位有睡，就都不说话，另外1位大哥太兴奋，一直讲，我一直提醒他，大哥你要不要睡一下，要不要闭目养神一下，他就不要，他就一直说他的丰功伟业，去海上钓鱼啊等等之类的，对。哎，我觉得好棒哦，他难得可以一直说，那有一群人这么认真的聆听，你看至少佩珍姐很认真的聆听，有，我非常认真，丰功伟业，所以其实有另外2个大概还是真的有睡一下，累啦，是真的会累。哎，我觉得真的感觉不一样哦，而且我觉得我相信奕蓉跟。因为你看奕蓉，你录了这么多节目，从以前的幕后有意思，对，然后你接触都是剧场人，然后还有你周一跟史杰廷，周一黑另外一个境界，然后真的是跟露你嘎 Q 哈一起相处，我相信你的感受跟学习一定也很多，所以你想你跟兄弟们先聊下，立马查，你等下长在讲。这个你来做，你也做吗？好，哎，好，一起做。当然，我们3个都要学会啊，不然客人多的话，只有我自己忙不过来，对不对？现在来倒牛奶。不是，现在先泡，先泡，现在开水啊。咖啡好香哦，咖啡的奶香，奶香。做起来的咖啡是很好，就是咖啡跟牛奶油均匀的结合在一起。谢谢老师，很高兴。很高兴哈。对，这个但是这杯真的是很紧张，别人不会啊，特别是老师的人。谢谢老师。亚白耶银法一日咖啡店成功！耶！这个片段奕蓉也是第一次看吗？刚才那个精彩，看过剪黑的。对，哎，我真的觉得情感不同哎。对，我们虽然说的好像很好笑，可是在看到这样的画面播出的时候，杠狗完全没空用。嘿啊。对，而且你就会觉得我们好像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就他有一个特别的经验嘛，吞落。哎，俺们第俺个感觉嘿，有时候取悦老人家，我自己觉得，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说的取悦是说，如果你可以同给 Q 他做一件事情，然后你做对自己嘅神风呀、黑面红看到其实给真年轻快乐，要是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我自己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我对弄人家会有爱用嘅感觉，我说我刚刚看到爱用嘅片段嘅时间，我气感没爱用凶，就觉得好棒。而且你看他们那个脸，就是真的很开心。然后尤其是刚才是不是有一个客人是那个老师，对，然后老师给他们肯定，对，而且老师是第一个客人，一批的人来耶，嘿，他第一个来啊，对，他一来给泰国语，他就很安心啦。因为他看到老师，他就会觉得应该至少老师会帮一下忙，是这样，是想说有一个帮手来了，但他可能没有想老师会帮忙，可是老师来，我知道安全感，就会比较安心哦，很棒，因为像一等人夫妻住隔壁，其他2个人冇夫妻住。哦，有在店家，有一在迄负责下催单呢，一在迄提诺不会总轮呢，讲欢迎光临乱，你看他做那么简单的工作，那难怪他的压力会很大。因为都很俺没会吃到，如果我是在外面那个端咖啡跟讲欢迎光临，因为不一样的责任，可是我觉得跟因为做咖啡感觉像是一个轻转压的事情。嘿呀。哦，好好玩哦，对。看睇人精彩改片的，因为唐睇人有意思改分享，大家有了學老古演義，對不對？好，大家有看到錄音架，對不對？了解老古演義呢，趕快請奕蓉來幫我們用4線腔練一下。
露营上西子，露营，还讲上西子哦，上西子，海流腔係講露營上西子，露營上西子。嘅意思係咩呢？意思就是說，其實人老的時候，有時候會像小孩子一樣要人家哄。對，我們從小很年輕的時候就常常聽這句話，可是現在會不會更有感覺？佩珍應該很有感覺，她超會哄老人家的。就是很厲害，就是一直誇獎他們，然後把他們捧上天。比如說那個銀髮咖啡廳的那個捧上天，就是要說表現得太好了，你現在是男主角哎，你現在是全台灣現在這個你年紀這個最資深的男主角，然後你真的表現得太棒了。我們一直要不斷的就是讓他覺得真的自己可以做得到。對，哎，我可以體會這種感覺，真的，你拍老人家什麼時候，你就要說太公你真年輕喎，而且你愛有親眼到，就會愛有你。对，然後他們也很有自信，然後他們當然也是真的表現很好，對，這就是給我們露骨演繹，不曉得佩珍姐有學到嗎？我剛一直在跟着一起心裡在默念，也就會給我們個露骨演繹，其實講的就係老人家哦，其實我覺得像聲音強容，我覺得有時候要很。我們常常說他們的智慧其實是很多歲月的累積，可是我覺得他們的心靈的需求，我覺得我們是要很看重跟照顧，我覺得是這個意思，我的感覺是這樣。不過共識才發好，因為到了第2季，其實依蓉等於是一直在跟弄影嘎銀髮族相處。你自己錄這麼多集，你覺得你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對你來說，你自己的學習或是改變是什麼？除了你可能學會做咖啡這種技術上的學習，最重要是你內心看待這件事情，你有沒有覺得不一樣？其實我以前都講過，因為我過少幾飛同老人家相處，我沒有什麼機會跟老人家相處，因為我的阿公阿婆他們都蠻早就過世了。哦，對，所以我一直覺得我跟老人家不太熟，我沒什麼老人緣。從以前就這樣覺得。然後這次就是因為佩珍很常會跟嘛，她都會很盯着這個節目，就八面玲瓏的意思。對啊，然後她每次哄的，我就覺得超級厲害，就是可以哄老人家。我不太會，我覺得我好像都沒有，我跟人相處好像沒有年齡的差別，就是我常常都是在旁邊看，然後就是你在玩這個，你在玩那個。我跟我妹的小孩也是這樣子。我知道，就是我跟你一樣，我沒有在分你是小孩，然後你跟我是同輩，然後你是露年家，你冇愛用分，你就會槓狗就會熊。或是說我也沒能力分，因為露年家我唔可以用來提供發眼咩冇媽曉，所以我跟老人家講話跟平輩講話好像差別沒有很大。對，因為我覺得我沒有學到那種要哄小孩跟哄老人的部分，所以我跟他們相處好像。我自己覺得我的態度上好像沒有差很多，只是說，老人家可能因為行路可能講慢啊，也算講唔講伊會輸送啊，唔會講聲音些，就安尼，啊屯聲音就咩係安尼，唔過相處愛嗰種講無乜嘅差別，唔過對伊能生活看到如係，因為老人家會分享，可能伊能感覺遺憾的事，或者是以前的年輕的時候跟這些朋友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反而是更覺得說，你看到伊能講的事情，突然能睇，唔會想講你老的時間，唔會問伊嘛嘅，如果講冇眼能路強用，天的係眼能路強用，天嘅係眼未會落，係，而想到一件事情，因為眼講過後生的時間，唔會去想，沒會落，係，我們年輕的時候不會覺得自己會老啦，對，所以有很多事情你都想不遠。對，可是如果你想成你也會老的時候，好像很多事會go connect。有的事情你如果感覺講，你嗰種可以對個個嘅年紀來看，都係一件事情啊，可能下一輩會 healthy 哦，一件事情改做麼，一件事情可以猜疑麼，都會夠清楚。那你有知道你真嘅有按我嘅感覺，然後你會覺得你會試的。就是你自己會調整。我舉個例子好了，不用共愛。我很奇怪我很怕老，我常常會想到我老的時候會怎麼樣這樣子。可是哪位愛用用什麼？不過我沒有真的會去執行。就是比如說我會擔心說，我黑公被漏，我買事情上一周，不過可能會後悔。我會擔心我會想，就比如一種可能
不一定会想这么，可是我会，所以有时候我会蛮羡慕易容安永给个性。我觉得易容就是他在当下，我觉得他很勇敢。我觉得易容就是喜欢什么当下什么，他就很努力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自己的感觉，我认识易容会干过很安永，然后我会觉得他做很多事情，他不会觉得好像是我为了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我才去做。我觉得易容让我的感觉是这样。然后我的问题就是，我其实会想，可我想了之后，然后嘞。就站在原地，没有前进。对我觉得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所以如果看到他们这样，会回过头来促使你会觉得说，好像那个感受很深刻。我觉得我比较是因为我本来就头脑比较简单的人，我觉得平常脑子没什么在动，不知道为什么要睡很久这样。可是我觉得跟老人家相处，反而是会觉得说，比如说以前要过马路的时候，有些老人家会很随性，对，没有在看路或什么。以前你就会觉得也不看一下嘛。可是后来你跟老人家相处多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老了我也要那么自在过日子，我管你的。对，我也会这样想。然后以前有朋友会说这老人家这样穿好奇怪，对，乱穿搭。如果想假使爱路的，我用的走路用的走安关爱哦。所以你以前不会这样想，以前我唔会想爱家私路诶，不会去想啊，你是会去看讲他现在这个状态，你就去 judge 他是什么，你就用你现在的状态去 judge 人家。对，可是如果你老了，搞不好你跟他一样啊，是，或是你更夸张啊，对，然后你的后辈觉得看不惯你，很有可能啊，真疑无扣呢。我觉得你看啊，我觉得这就是不一样的改变跟学习。对，然后我是很喜欢观察老人家，我说我的个性这样子。我那天前天坐高铁的时候，我旁边坐一个阿婆很老，阿婆的旁边坐一个很老的阿公，对，然后坐着坐着，阿公就问阿婆说：“你会脚酸吗？我帮你按摩。”他就开始这样帮他这样从这样按摩，然后大概过20分钟，给朋友说：“你会肚脐吗？”你就他就拿了一个营养品给那个阿婆喝，然后喝完之后，那个阿婆就跟那个阿公说：“你自己也喝啊。”然后那个阿公就说：“这是给肉饮给他喝，你喝。”我心想说，那是一个90跟80岁的人，可是阿公跟阿婆说：“要黑肉饮给他喝给你滴嘛。”我就会觉得。就是在老人家身上，还是可以看到这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对。不过我好像有点离题了。不过回到花样同学会，其实我们想讲是做花样同学会安永给节目，其实杠数黑某 Q 给，就是你面对的是老人家，我觉得感受会不一样。不过在这边我知道，因为这里面是替老人家设了很多的挑战，所以易容你一样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因为你都要跟着他们一起做。就很好就是有钱拿还可以做一些还不错的体验，真的，我潜水又不用花钱，我这边潜水，真的，你看，你容易用讲是第其实读节目地图走动都该挑战，系嘛该挑战，你等下怎来讲？大家的分享范荣通后悔，易容上段节目讲到就是很棒哈，都可以有很多新的挑战。我知道有一个，我有看到脸书有分享，就会潜水。你们两个讲水，很怕水。那你游泳吗？就技术很差啦。如果会换气，只能在温水游泳池。是差不多4次最多。如果起风起来耶。其实我又黑那种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所以真的要潜水我都不会怕黑一次都俺的会海溪，已经在海边先走到大概水道这边，在礁石那边，对，教练一定会先教怎么用呼吸器啊，然后教完以后他就说，那你们先头埋下去试试看，对，然后我跟游泳一样，4次就起来了，站起来，然后站起来我想说，等一下我没地方站呢，然后3个大哥大姐都还在流汗推摸水，那如果讲到真的，所以你是真的有怕到？我那次才怕，你现在没有在制造效果，会不会很晚？这么讲？对，我觉得那时候就觉得有点真的很晚，我就之前都没有觉得那后来呢？因为
因为之前人家都会说潜水不用会游泳对啊，你会呼吸就好了。对，可是会呼吸这件事就是很有学问嘛。没错，啊，而且你不可以恐惧。对，我的意思说你心里不可以恐惧，那你就是呼吸就是要克服那恐惧，你才能顺的呼吸。对，你就认真呼吸。有时候很会游泳的人不一定会潜水，因为他就想用游泳的方式，结果反而更那个。结果我加哈真紧诺斯度有给激发讲，我做得摸下水摸。我有很想举手讲，因为我真的有吓到，我想说。因为我就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游泳的坏习惯就是觉得气不够了就站起来，而且在游泳池很有安全感嘛，你知道你好好的站，你就会站在游泳池就起来了。可是我就也表示我对自己要求不高，通常大家都会说我要游到对面去，可是我从来没有要求过自己，我觉得不行就站起来。是要真的要潜水，你就想说，哎，等下得回到肚内。无奈何起呢？系啊，我嘿冇办法起风起来呀。所以那时候才觉得哇不妙。后来那个教练说我的呼吸器好像有一点漏，他就说你用备用的够塞一些，如果够顺啊，就想讲加可能应该是刚刚呼吸器的问题吧。然后就想好，我又不敢真的举手讲，因为我都已经到垦丁了，对，还克服了那个。本来好像无法下水的问题，对，然后就觉得不下去真的太可惜。我懂，我们总不能拍到最后阿公的挑战，阿公阿婆都可以都在面前，结果是我们的这个小帮手。里面的导演以能我唔点用的尖啊，相关主持人都鸦片都唔惊系的呀。鼓手都结果嗰种可以跳起，够顺的都才能下去安呢。可是哪个干过黑易容挑战成功我觉得有成功啊，我有成功。对，结果是易容挑战成功。那我想问一下，那如果说像佩仁姐设计这么多的挑战不弄你的有没有？有一些可以黑体能上的，对，那有一些像刚刚咖啡就是比较另外一个层次的，会不会有挑战不成功的时候？也有啊，比如说像我们有一集是攀树，对，攀树那一集大家都不太清楚这个活动的人会以为很简单，爬树谁不会就有手有脚就爬上去了。那包括我们3位大哥也是这样认为，而且他们自诩为他们是平常就在健身哦，打棒球，然后身材其实真的也都保持得很好。结果没想到正式要攀树的时候，哇，满身大汗，发现很难很难。但是我觉得，就因为我觉得他们让我们觉得感到尊敬的地方，就是即便他们已经看过人生很多的风浪，然后也很有智慧，可是他们总是还是有办法，就让你会打自内心的去钦佩。比如说有位大哥，他就会认为说，他是体育系毕业的，辅仁大学体育系毕业，然后又是打网球的，然后又是棒球队，他就说原来攀树不是他想象那么一回事，他就说他学习到要谦卑。你看，对一位长者已经那个年纪都70几，他还说我要学会谦卑，就是说在学习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谦卑的，因为你就是在学习。对，他不会倚老卖老。对啊，那个大哥是爬到没力，然后还喊妈妈，真的很好笑，整个大笑，真的，因为他整个是破音的妈妈，他这样子他才有力气在往上发自内心的一吼。我觉得这一集播出的时候，一定要提醒他，打电话叫他一定要记得收看，好可爱哦。所以其实也没有关系，对不对？不成功也没关系，我们其实看到是不一样的学习，我觉得。你看过黑杠走路成功那个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就像这个大哥，他可能我们有一个大哥，因为他是要用绳子，所以你绳子没弄好，他就进一步退2步，进一步退2步。我说你刚刚不是比我高吗？怎么现在跑到地上去？那他不成功吗？可是他可能有学到一些什么？我觉得他们愿意突破自己，勇敢踏出舒适圈。我觉得这个挑战对，包括对年轻人来讲，其实就已经是成功了。怎么办？我觉得这节目好好看哦。是真的呀，对啊，我觉得好好看，而且我觉得其实，而且我会很鼓励很多人。真的，黑公与青头给观众朋友，不管是黑桑尼啊，或弄你大口，我觉得那个鼓励很大就是你看他们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像刚刚易容讲的，你看易容黑70%是一个弄你感，不过易容看了之后会觉得你的感触是，比如说我是哪就会弄你感希望爱有中用对，或像佩仁姐讲的，就是说我即便是这样的年纪，我在做这件事情，他还是好认真，对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的学习。你看到泰嘎有糖豆，就易容去潜水，结果是易容很害怕，可是易容克服了，然后还有刚攀树，对不对？
你刚刚讲 C 来影啊，我们刚刚会 C 来影，然后也有女生。其实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伸展台？有。对，圆梦舞台是这样吗？伸展台应该是说我们帮4位大姐，让他们议员这个当 model 的这个挑战，然后让他们真的就是我们就是真的比较正式的走秀，然后主持人在现场主持，然后4位大姐换穿衣服走秀，对啊，这其实对我觉得应该说对女人来说，不管是你什么年纪，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其实每个阶段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梦想，然后我们又把它变成是一个挑战项目，去刺激他们，然后他们非常的开心。对，我觉得好棒哦！你们会收到什么很不一样的回馈吗？对，因为他们一定录完，我觉得做节目是这样，你之前跟他们互动、沟通、脚本，然后等到你真的拍摄，然后再拍完之后，他们的感受一定不一样。对，应该感受到应该是说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整个都拍摄结束，对，大家其实很累了，也来不及说什么谢谢你们什么，我们就说谢谢，然后大哥大姐每次也都累了，可是一直到我们在进入后期制作的时候，我们会要求他们把他们这几天拍摄下来的一些感想、挑战成功等等之类，把他们写下来。我们会拜托30个字就好了。他们通常写300个字，然后要一直改，再少一点，再少一点，再少一点，因为他们有很多情绪上面的澎湃，因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很有意义的地方就是在于，真的是让他们看到自己没有能力可以去限制的那个部分，其实他们连自己都会，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自己的惊喜的那个部分。对，我觉得也很眺望我们稍微年轻一点的世代，真的是不要去害怕挑战，尝试新的事物。对，而且我刚刚听佩珍你这样分享的时候，我真的想说，那你可以弄一个类似中年同学会嘛，就是我们，然后我们就开始号召来，对，然后奇怪，人家我们中年也会有我们中年的梦想啊，对不对？我们是要被刺激，然后去那梦想可能要很难要再难一点。对啊，一定要再难。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吗？奇怪了，我们可以拍世界宝贝、弄影高，我们是不能拍中宝贝，是不是？你那男医生那是一个不一样的想象，对不对？你想想看，通常中年的时候都是，你知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的框架里面，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应该要做这些事情，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要拼了命做什么事情。其实你可能会遗漏掉很多事情。其实我也是在替我自己争取一些空间啦。其实你用泰嘎糖都按的哦，其实你等一下按有你，因为我有偷偷看到照片，我觉得有一个好有趣哦，因为你看像是疫情，我们可以说因为今年发生疫情，其实好多生活方式都改变了，对，然后。我觉得台湾还算幸福，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很自由的生活，对。可是有一集是空姐圆梦，是不是？对。请问这要怎么做？因为我们又没有要真的可以飞出国。因为有投研有后稿，也能真的有一个机舱哦。嘿，他们就是打造，他们就是原本机舱安的板沟梯，古总安的路提给尝试。可是他们那学校很用心，就是以能会模拟飞行，所以我们真的是模拟，你窗户都是实际飞到香港的状况，就是真正的特效，电视上看到非常真的特效。虽然你还是在原地啊，对，可是就是模拟真的飞到香港。古走路本给的大姐他们。就是真的找空服员他们来上课，包括从化妆啊，然后怎么去 serve 客人，这些都有教他们。然后就是模拟真的在机场里面服务。好棒哦！没有真的当过空姐，至少还演过空姐，你知道这种就会爱勇给干过。因为制作单位还出很多那种考题给他们啊。你是说类似当状况题？因为你有时候可能对呀，哪些排谁讲啊？要用来处理，可以能用来处理这样。好坏哦，我们没有来看。可是因为这样，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有一些航空公司欧美的他们会找比较资深的，对，资深的，他们真的很会处理。大姐也是，真的，因为你的经历多了，你遇到所谓比较难处理的客人的时候，他真的很会哦。很厉害哦，他们真的很厉害，真的哦，好想看哦！你泰嘎一共看节目一个节目，你泰嘎会知道哇，花样同学会下真的好期待哦！而且我觉得第2季的那个整个活力跟第1季一样，可是我觉得整个是大改版，哪个干部会按永影，然后那个跳针也很难，好有趣，所以我们要不要来最后10秒，我们好好来宣传一下？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节目它有特别的意义在，就是在于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去忽略自己。其实有非常非常棒的能力，然后可以去无限的开发。然后我们节目是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8点钟，欢迎大家收看。耶，易容也要讲一下。你看刚刚佩珍讲的很完整啊，就会去看配音去做一的，伊能去个讲过无嘛可能的事情。俺们没会得到舒服，会有的会启示啦，会有一些启发吧。嘿，都会。不管你是不是要真的去做，因为有些事情感觉好像很简单，比论供、猪嘎比、拉花，好像很简单。可是就算简单的事情，它都有学问在里面。耶，太棒了！所以你家乡亲朋友、大礼拜日朋友8点我记得收看你用主乞丐发荣通学会，那就谢谢两位，谢谢。哇，天天下来大家来做认同了。